喺呢度你可以去神社許願、食爆谷、夾公仔。你估唔估到呢度其實係馬場呢？Hello， 歡迎收睇《浩哲當下》，我係浩哲。香港沙田馬場新建築天馬翼喺2025年10月落成。今日你哋準備好去發掘全香港首個樓高4層嘅數碼賽馬體驗地標未啊？首先，位於3樓嘅 Fudo Town 為大家準備咗5大特色美食區，包括拉麵、飲勝飯、洋食同埋甜品，融合現場賽馬嘅刺激感同埋嶄新嘅數碼科技，提供前所未有嘅賽馬運動同娛樂體驗。天馬翼餐廳 Izakaya 喺6月初至7月初嘅4個指定賽馬日，舉辦清釀夏日清酒品鑑活動，俾參加者一邊觀賽，一邊由專業試酒師帶領品鑑清酒。而家跟我去現場手機食先。木系裝修配暖黃燈光，專業試酒師帶領清酒品鑑。三文魚牛油果塔塔手撕，野菌煎魚忌廉湯，鹽燒油金魚，黑豚豬扒，焙茶雪山，日本 cheesecake。我哋玩遊戲贏咗季軍，仲有免費 cocktail 同埋騎師親筆簽名公仔啊！呢場 food pairing 又食又玩又拎，就梗係開心啦！喺餐廳外面，天馬翼呢個建築物本身已經自帶好多驚喜啦，有藝術裝置、PJ 香檳品酒活動、手工啤、朱古力曲奇、雪糕攤位，仲有 Q 版人偶添。差啲我仲以為自己去咗主題樂園添，但同一時間投注其實變得好方便，電子自助、數碼專區，基本上幾步就可以完成落注。如果相比起以前，而家嘅馬場明顯唔只係一個賭博場所，更似係一個結合娛樂、消閒、餐飲、活動同埋投注功能嘅綜合空間。當大家享用完美食之後，就可以馬上體驗我哋嶄新嘅數碼賽馬娛樂。嚟到3M 樓層，呢度係天馬光影，一個沉浸式嘅 AI 藝術打卡熱點。至於4樓，喺呢個位置，大家可以欣賞到為天馬翼特別設計及製造同賽馬相關嘅藝術品，同時亦可以觀賞到世界級嘅現場賽事。問題係，當投注用娛樂包裝得咁靚，究竟係吸引人，定係降低人對風險嘅感覺呢？2024至25年度賽馬總投注額大約係1388億港元，按年升3%。另一方面，政府亦承認冇完整備存戒賭熱線使用分項數字，代表我哋對求助情況其實未必有想象中咁清楚。賭博唔單止係輸贏問題，而且會影響健康、個人財政同埋家庭。精神健康方面，長期焦慮、失眠、抑鬱、自責，嚴重時會出現賭博失調，令行為更加失控。債務方面，由信用卡、私人借貸去到高利貸，賭博失控後好容易形成惡性循環。我係想同你收翻一條積存咗好耐嘅投訴嘅，請你俾翻我。咩數嚟㗎？大佬啊，你爭我哋公司條數已經有7年咁長㗎啦，由當初3萬變到而家11萬，為免你繳付無謂嘅利息，請你盡快交還啦，好嗎？想收錢面賭博、隱瞞輸錢、情緒失控，容易引致夫妻爭執、分居、離婚，甚至影響對仔女嘅照顧。所以如果只係睇表面，會覺得呢度只係一個娛樂場所，但係如果睇深一層，背後其實牽涉到好多複雜嘅社會成本。不過如果只係睇風險，就會睇漏另外一面。如果換個角度睇，合法賭博機構之所以存在，係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投注平台，亦係一個可以被規範、被監管嘅渠道。比起完全失控嘅非法外圍，合法機構至少有透明度、有監管，亦有社會回饋。非法外圍同黑市賭博往往伴隨更高風險，例如詐騙、追數、洗黑錢，同埋更難被追查。而合法渠道最少係將一部分需求拉返入制度之內。另外，相關收益亦會回流返社會。部分公共福利，例如社會服務、教育、文化、體育康樂、醫療衛生，都係由呢個系統支持。當然唔代表所有問題都可以用貢獻去抵消，但起碼可以解釋點解呢個制度一直存在，而且仲有人支持。不過理解風險同理解人點解會賭，其實係兩回事。其實好多人賭，未必真係因為純粹想贏錢，
有啲人係想以小博大，心存僥倖，覺得運氣一嚟可以改善現時嘅經濟狀況，甚至一夜致富。有啲人係想追求刺激，落注等結果，接近贏嘅嗰一刻，嗰種興奮嘅感覺本身就會令人想再賭。亦有人係想逃避壓力，當生活太悶、太攰、太煩，賭博就會變成一種暫時抽離現實嘅方法。再加埋人會錯覺自己可以控制結果，覺得分析得夠就可以贏，於是越賭越失。喂，第一次睇著先。你主人家嚟噶嘛？你冇估到嘅。哦，我係主人，應該讓你。北京。Billy，抽一隻。牌我都識，不過諗住你啲高手唔玩呢啲嘢嘅啦。我輸咗，但係一定要玩斬頭嗰啲嘢㗎。仆你個街啊！同我玩迪立。對部分人嚟講，賭博甚至唔止係賭，而係一種社交同娛樂。同朋友一齊睇波、落注、吹水，呢種氣氛會令賭博變成一種習慣，而唔只係一種決定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心思思想賭，其實唔一定係你冇自制力，多數係你中咗以上嘅心理圈套。要對抗呢種衝動，最重要唔係硬撐，而係用方法慢慢拆走佢。如果你本身係將賭博當成一種社交娛樂，咁其實就更加要有預算嘅觀念。就好似你去食飯、睇戲、飲酒一樣，既然你當呢啲都係娛樂開支，就應該規限 budget，一定要守規矩，唔可以因為一時興起就 out of budget。因為一旦你覺得今次破少少例都冇所謂啦，好多時就係失控嘅開始。所以如果某個月嘅娛樂預算已經爆咗，就要識得收手，遠離啲誘惑。嗰個月剩低嘅時間就唔好再買馬報，唔好再入投注站，唔好再睇賽果，等自己慢慢抽離翻出嚟。另外，我腦海裏面嘅一位老朋友有個建議俾大家：除咗賭博，好多嘢都可以令你開心，唔好太集中喺一種娛樂。運動、行街、聽歌、搵朋友食飯，甚至只係出去兜個圈，都可以令你解悶散心，分散注意力。阿樂呢個建議非常之好，更重要係唔好追輸，呢個係最危險嘅位。輸咗之後最容易諗，啱啱嗰鋪唔算，下鋪追翻就得啦。但係往往就係呢種諗法，令你越踩越深。輸咗就係輸咗，停一停，先保住荷包先。最後如果察覺到自己已經因為賭博同家人爭執，用生活費去賭，或者成日諗住翻本，咁就要盡早揾可信嘅朋友、家人或者專業輔導，唔係藥而係石，早啲停，代價會細好多。所以當我哋話賭博都可以係娛樂，其實唔係話可以亂嚟。如果你真係當佢係娛樂，就應該放喺你自己嘅娛樂 budget 入面，走翻個界線，可以玩但唔可以超支，可以參與但唔可以失控。因為一越界，娛樂就會變成壓力，一有壓力就容易追輸，一追輸就越踩越深。所以最重要唔係同自己鬥狠，而係識得停、識得收、識得守住底線。你覺得賭博係娛樂定係一種風險好高嘅消費呢？你覺得合法賭博最大嘅價值係避免黑市、稅收定係慈善公益呢？你覺得賭博嘅界線應該點樣畫先至最合理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日見天際，自私當下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從日常出發、深度思考社會百態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分享啦。我哋下集見。